德国厝上帝庙首次举办彩绘祈福花灯活动，邀请近来教里的亲子家庭报名参加。温馨趣味的活动安排，吸引近千的民众到场同乐。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趣，对，然后他们整体规划看起来动线啊什么的都蛮好的。那第一次来体验看看，我觉得下次应该也会再来参加这个上帝庙的活动。我这届要来举办着这个儿童彩绘比赛，若配合着从小国小，若要来做来举办这个灯笼彩绘比赛，咱是甲这南台科技大学，因遮产业合作，来做来举办着咱这高丽呢，或者小朋友来彩绘，彩绘了后呢，阮伫迄个过年的进前会甲挂伫阮庙的庙埕，希望大家会当来找伊的佳作、伊的画物件呢，来展示安尼。也因为这是德国厝上帝庙首次举办的彩绘花灯活动，不但有意义，而且更具有教育意涵。真侪里长更亲自带队来参加。这个是上帝庙办理的这个彩绘灯笼的活动让我们地方上各里的小朋友还有家长都觉得非常的棒可以踊跃的参与这样子一个文化艺术的活动。那也让我们里长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可以配合庙方来办理这一次彩绘灯笼活动。竹高处上帝庙第一次办的画灯笼比赛，主要是为了那个文化传承，还有那个促进地方发展呢。有摊商有那个捏面人呢，这个传统的那个技艺快失传了酒里报名的人数大约500-600位这样子，小朋友大家同欢这样。跟家人爸爸妈妈可以做亲子的互动，然后做一些联谊然后结合一些宗教可以促进一些联谊的活动来联络家庭跟里民之间的情谊。未来这花灯将会展示伫庙的四周围，成为第一届德国厝上帝庙灯会创作作品。主委陈文科热心邀请市民大众甲个人朋友，做伙来到台南东区德国厝上帝庙看这水水的花灯。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